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的骚乱，官方称有156人死亡，1080人受伤，1434人被抓。骚乱起因于乌鲁木齐市万人游行，要求当局查明广东韶关玩具厂维族人被殴打致死的真相。著名时事评论员恒河分析认为，发生在广东韶关的案件确实有许多疑点。新疆乌鲁木齐市上万名维族人7月5号上街游行，要求政府查明6月25号发生在广东韶关玩具厂斗殴事件的真相。据报道，由于网络流传旭日玩具厂有2名汉族女工遭维族工人强奸，数百名汉族工人因而包围维族工人宿舍，爆发流血冲突。恒河先生分析认为，引发上千工人械斗的信息其实是含糊不清的。韶关这个事件呢，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出来说这个被强暴的妇女是谁，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事件。另外，发动攻击的一方并没有核心的受害者，这也不合常理。没有一个自己的利益被侵害的情况下，要组织对另外一个团体发动攻击的话，自发事件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，所以很可能是有人组织，毕竟不是一种只是维护自己权利的这种斗争，而是一种攻击行为。在严重冲突之后，官方仅发布消息称女工遭强奸是离职员工散布的谣言，并没有更详细的调查说明。而厂方在失业率严重的情况下，5月份还大费周章的远从新疆引进600名工人。恒河认为这些都让人无法理解。对于7月5号的新疆流血事件，中共官方称是境外遥控指挥煽动的。对此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杨之柱表示，当局动不动把责任推给境外势力，只会使民族之间的伤口更深。新唐人记者秦雪、王鑫采访报道。